深圳莫內花園。咁呢度呢就會去到5月㗎嚇，咁而家大家上嚟呢就快啲嚟啦，喺5月之前好嚟到啦。咁呢度呢裝修得好似歐洲咁嘅街道咁，好鬼多人喺度打卡嘅。门口的风总带着烟味，把海报吹得皱皱破一页。我背着颗子弹走进黑夜，把真心留在舞厅外的台阶。有人说这里像天堂一样热烈，可我只觉得空气有点冷冽。每一句情话都像排练很多遍，说给谁听其实都无所谓。